日头眼睛住得了家下酒，记得容海前面晒得爱该烦忧，光光该流声音，快乐对点撒油，有个风一特人地球，爱流总还会多，胸襟大给吧，让一起。我也想拿我的粽子去送给别人。我拿去本忙啊！有一个阿公都一个人住啊，而且我们有一次还对他不礼貌，我想给他粽子，跟他说对不起。枪还是中哎，做嘛了？我们之前把你的家当成是鬼屋，真的很不好意思哎。冇想到你一晓得嘛吼。唔要我妈妈放走来呢。公司一波嘅很爱去讲家天，有啲日本人感情唔到，报名发现佢就喺度人家壁村。黄先生你好，我是之前从台北打电话给你的李崇光。冇個人弄愛，愛冇買？阿爸，阿爸，又係你行路做嘛咯？冇啦，我喺度亂講唔講，又去轉台北咧，我就喺度隔壁村。阿爸，公司交代我嘅事情，我會盡量去完成。迄個唔正經唔想買地，我咪冇勉強。我會老你嘅意思，老其他日本人講。不過，我還係希望唔再個考慮一下。哼，我計了18兄弟哦，啊做路都冇同家都上交叉嘅，我媽唔係錢貴嘅，買地做本家就賺錢天天啦。好咧，閒話唔是講咁多。人家冇可能弄愛嘞。阿爸，今日轉台北了。上色爆翻，又错地给告诉机耶。我前一步给较过呀，下步嘅东西又开始乱丢。哪有啊？哪没有？阿祖爱树山夫迄样健康，看到伢做嘅乱吵吵的，
本来我嫌唔转来事，后面俺喊迄老人整理的。吼，你又乱动我东西了啊！无说摕咧饼的，着都做东方商业讲，俺做得唔输嘿。好咧，要再教诶。那个暑假作业到底有啥么？不用担心啦，几天没写又没有差，开学前几天再写不就好了？当伊该做的事情就会做好，细细的就会养成好的习惯。甲伊写，迄么，讲今日咧廿把转来，俺要调伊讲无乖哦。越管越多，玩下就行。很 enjoy， 也好，见我见快。用诶，俺要讲唔错哈。阿婆，我的咸蛋超人呢？嘛该嫌超人呐，就是我桌上那个咸蛋超人啊！请较清楚点喂，俺用来滴喏。今天不是我帮我整理桌子，俺抢老早嘅面当冰冰诶，有没有同样东西？没有灯怎么会不见啊？哇，你赶快还我啦！那是我妈咪买给我的哎。手人唔讲无同啊，奇怪哦，这个东西乱的，也还唔记摕咧，怪俺哈。这里除了你，还有谁动我咸蛋超人啊？你再不还我就不理你了。用咩要按你嘅聲音啊？心肺要定然咯，我喺兩個講法嘅。田公一開始，我先挨翻，請好偏啞巴抓來針，下一擺我攞嚟抓來。真經管都檢控唔出來了。你闺女冇說清好啦，我必須。不吃就不吃嘛。你以为我会饿死吗？幸好我也有几包巧克力，把我的咸蛋超人弄不见，还对我那么凶，老巫婆。把我的咸蛋超人还给我！你要怎么改？哎，你用为有咸蛋超人。哦，你妈妈储不进转来，买本来。嘿哦，暗好。该唔做么改声音空底下搞？无啊。做对家来搞么？当然做对。李轩动聪明有一集，应该是强用的。因迄是咱平常李轩强下搞，爱无爱，做么该无爱？用的啦。爱没角色会拿走诶。拿走嘛该？爱去李轩，有冇改无认错？我见到咸蛋超人，想拿来搞一下。张翰，两个色，李轩，听众们，然后你爱做这的，我然后来做朋友诶。唔系讲，哪里选个咸蛋超人？
心暗坏，实在要气死。把我的心安茶弄不见，还对我那么凶，今天就要故意挽回来，气死你！你有引财吗？李轩，阿叔婆，看起来好冇人才，应该让你去问李轩，安尼就冇人敌诶。两位做哪干哦？姑说，阿弟姑的东西，迄拿去的，嘿。阿叔婆，天堂顶唔错诶，佮讲我会偷偷的拿落吧。佮讲你选伫倒乡，我会留记了。你是谁啊？俺不爱拿阿弟姑讲。阿叔婆，天堂，俺不爱讲。不过阿叔婆问你真经有吃到，这卡做唔错嘛？那不错诶，错还无，那今晚无请假不理什么，不给查查查，小心看东来。既然我记得，下礼拜做唔得咯。做人哦，听说爱数本分。做唔得谈骗人的东西，伢也爱按辛苦赚钱本读书。迄讲伫倒顶偷东西，我有给通行嘿。嘿，阿叔婆，我爹了，生你了。你唔错，真创业哦。下礼拜唔好按你哦。唔好叫咧，唔好叫咧，先去做啦哈。唔叫啦，阿叔婆讲，原谅你。有啦，啊，阿叔婆原谅你，先去做啦，啊。要生人呢，要去采果，天天阿叔又苦，看到阿弟姑又要得到的，难免会想。哎呦，阿弟姑无留东西乱丢呢，迄眼眼忘记。大早喜喷喷的出去，当初也无转来吃饭呢。喂，阿妈，快来救我，快来救我！阿妈，快来！这小孩现在在我手上，如果要他安全回去，就立刻照我的指示去转账。要是敢报警，你就永远见不到他。阿弟姑。你还好点点发生这种事情哦！哎
哎呦，哎呀，用个啥哦呀？先打电话问阿公啊。总的，阿公我的腿呗，安演呢。总的，哎呀，用个啥哦？费钱，先去费钱，把阿弟给我叫出来当讲。费钱。阿芬啊，俺都爱听啦。哎呦，用的啦。给村长问个哈，有人哈和天数帮助给错无啦？有，俺呀哈，我喊老人讲呀啦，我要加去费钱啦。对，你费哪个钱哦？阿弟姑本人作证诶。哈，有人哦？我喊天神啦，给上人讲，现在做唔得老骗人讲，我挨赚10万的原本金。唔通我阿弟姑本人作证咯？哎呦，躺到阿弟姑险挨，我挨救济啊！哎呦，给阿弟姑安静，今麦本人作证啦，阿娘报警啊无？做唔得报警啦！哎呦，给阿弟姑安静，今麦本人作证啦，阿娘报警啊无？做唔得报警啦！给上人讲哦，挨去报警，阿弟姑手腕有危险，前飞过去就会老人병撞来，然后杀去赚钱，阿弟姑做唔得出事情啦，我给给费钱啦！哎呦，是这样。哎呦，阿芬嘞，莫安样弄撞撞啦！天发拄好一双明明手的阿弟姑啊！哎呦，你要听清楚呀无？伊手迄个唔好老骗人讲啊！阿聪啊，来了，请拄好啦，迄家伙做唔得老骗人讲啦！阿芬嘞，你想讲无？家长你拿到钱，阿弟姑无标准了，用个啥咯？阿爸妹，迄唔系发生某个事情？哎呀，阿芬的头下哦，接到一通电话啦，佢讲嘅阿弟姑本人绑架。绑架？用有可能？迄真经的啦！我听到阿弟姑向我阿嬷，我来救济。阿爸妹，唔过听计迄阿弟姑啥么？我请听到两声，外面一个西来人老来讲，我爱费钱。这声音呢，系唔阿婆么？唔系，佢嫌爱阿嬷，嫌人阿嬷。哎呦，cái天法都好唔咩阿弟姑啦，阿弟姑真唔会嫌人阿嬷。哎呦，唔按你讲，我咩事都唔错呢。系咩？都按紧装。阿爸妹，一聽做迄這邊系統，它也天發，一下同頭一種天發，唔上下呢，個單純，談到天發同頭呢，一斤重就飛起幾賺錢。也下想想誒，計上無搶阿弟姑啊，都系咩？你都係安樣啦。你也不卡阿弟姑喏？大早出去，唔得走起來。好啦，我是才送唔掉中去啊，冇聽錯，去裝貨架。躲一整天，饿死我。
中午也不来找吃饭，好事种。血染常人呢？所以是阿婆藏起来的啊，还说算了丢。咻！冲啊！咻！啊！阿弟哥爹不下啦，他叫阿弟无事情啊。阿弟哥，你冇用的哦。没有啊。阿弟哥，怎么了啦？是谁哦？阿弟哥，到底怎么了啦？看埋做乜嘅哦？唔係講失敗可以寫寫咩？叫你寫。哦。空吧空口，没想到阿婆为了我差点被骗呢。我知道，阿婆是担心我才被骗，而且我第一次还看到阿婆哭哎。好啦，我知道，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会乖。不会再跟阿婆顶嘴，惹她生气了。那我先去拿衣服去洗澡哦。总经理，哎，坐，辛苦了。哎呀，还要忙林口的案子啊。啊，哪里？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哎，对了，花莲那个黄火旺先生还是不愿意是吧？我前几天回台北之前，还有再去找他，请他好好再考虑一下。这个案子公司不能等了，你要尽快处理。总经理，因为黄先生跟其他的持份人感情非常不好，所以他坚持不卖。我现在还在想要用什么方法去说服他。真是个怪人，宁可跟大家怄气，跑到花莲乡下种菜，也不会把台北那块土地卖掉，有点钱过好日子。总经理，我是一定会再下去一趟的，只是万一他还是不肯卖，一定要谈下来。董事长对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。可是从你进公司到现在，所有棘手的案子你处理都很好，说服这样一个老人家卖地，对你来讲不是困难的事吧？我对你期望非常的高哦，别让我失望，好不好？按叫接落失班安排谁啊？迄唔天数说，新嘅班哦，让妈妈去动起来。哎，说。阿公啊，唔是客气，继续跟你讲。好，有冇客气了？错，开连讲哪叫做来？伊啊哈迄份过，喊我迄日本。没想到凯琳给安莫喊。人刚讲出名咧，唔知敢要强用啊？早晨调去做重点，董事长去充当身份，
俺不条有上市行去阿叔父家变数。杯面有前头条路嘿。有啦，从阿母卡付球呢哦，做船店甲船堂天数诶。做成这样就算了啦。很件唔是做很多，当做细番事就唔是做的，就唔通。万一很埋出也查甫呢？你管你去个做嘛干，先爱去个爱做诶。我唔讲，我也是难过。还是比到喊你白相诶，你咪讲失落诶转化链。日下喺到台北，喺工作地爱存钱买去个爱无诶。我讲过诶，你台北买一间屋，冇人管啊。看佢激动嘅，唔识唔用怎做得买一间屋。阿叔，你在建设公司上班，我对人买屋诶，会较便宜无？迄有较便宜啦，讲我公司迄个不懂几个铺的。喺讲我就较便宜无，做得本来得存万多钱嘅家庭买超好诶。唔是差嘅，佢请我帮忙啦。喂。梦似天梦水里。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也许可以说服黄先生签同意书。这块地因为临近工厂，所以附近都是租屋的劳工，还有低收入户。我调查了一下黄先生的背景，我发现到他自己过得很简单，但其实他是一个很热心公益的人。我们用钱没有办法打动他，可是如果我们盖的那个集合式住宅，能够释出更多的优惠贷款，让那些劳工还有低收入户可以在台北买房子，有个家，这样子，黄先生可能就会同意。如果你能说服他签名盖章的话，我给你保证，公司一定考虑你的提议的。谢总经理，那我会尽快下去跟黄先生谈，希望这次可以让总经理听到好消息。我唔相信。阿爸，我总经理有讲，迄个靠你签名，去就要靠你牙建议。阿爸，外地你存来的钱都捐出去老骗你天数，迄个一搭梯，你迄签名，你就要喊较多的钱做得天数骗你啊！我又唔信你，我根本都唔知你样版型的人。你阿讲的，我喊伊来做的，迄无可能，跟我钱把人拖了。阿爸，好嘞，唔是我讲的，我的个性啊，迄我买我就会买，我迄唔买，你样讲都无用。我迄有改变主意啊，我会请你，你也唔是咋过来的。爸比，哎，怎么了？作业哪里不会？来，爸比教你。
不是啊，爸比，你今天回来谈事情，是不是谈不顺利啊？没有啊。你不要骗我了哦！你一回来就坐在这里，一副很伤脑筋的样子。工作上本来就会遇到一些困难，爸比现在是遇到困难了，只是在想要怎么解决而已。你可以跟我说啊，说不定我可以帮上忙哦。谢谢你啊，可是爸比工作上的事情你可能帮不上忙，爸比自己解决就好。阿公哎，你量子也伫我卡，拿去送药的。妈，你还没事情，我让我送。啊？嘿哦。对啊，阿婆，我跟爸比去就好了啦。哦，好啊，你也得去，我叫圆通伫我卡休息要好。阿婆，你哪里痛啊？唔是小爱，露枕头咧。你家去，吼，要团无聊。妈，我送你奶。哦，啉无钙片啉。爱滴。对啊。来去松松的嘿。阿婆身体不舒服也不说，一直帮助别人都不照顾自己。你阿婆从以前就是这个样子啊。你阿公店还开着的时候啊，阿婆更忙。可是现在又不是开店，而且阿婆这样到处送草药，经常不跟别人收钱，这样根本就赚不到钱啊。你阿婆做这些又不是为了赚钱，她也常常说啊，帮助别人，自己得到更多。知道啦，可是帮助别人也要帮助自己吧，自己的身体也要好好照顾啊。很有道理耶。不然下次阿婆再逞强的话，你帮爸比劝她好不好？那是当然的啊，不然看他这里痛那里痛，看你会生气。爸比，以后你会把阿婆接上台北住吗？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？我有认识一位老爷爷，他跟阿婆一样，都喜欢帮助别人，可是他都一个人住，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，我觉得他很可怜哎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如果我们没有回来，阿婆就要一个人住，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，也很可怜哎。爸比，我们把阿婆接上台北住好不好？阿婆如果知道你这么关心她，她一定会开心。只是爸比认为阿婆不会想要回台北住为什么？你看花莲，空气这么好，阿婆在这边住了几十年了，她已经习惯这里了。台北车子又多，又没有地方给她种菜，她一定不会习惯。是啊，那以后阿婆更老了怎么办？爸比也有想过这个问题。也许以后我们一起搬到花莲住，但是台北的工作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不要想那么多。你如果真的担心阿婆的话，我们以后经常回来看她，好不好？走，我们快去送药。来，接下来，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？不知道哎。这个叫做粉扑花，就像那种化妆可以敷在脸上。李先生，等一下。关宇哥，你好。那原厂哦，七甲干的啦，你唔知喺哪装一些啦？唔是啊，你这个留电视。你那唔啷个拿？人家人都冇啷个输哦。人咪大不都讲喊一拜啊！你把它拿去哦。好啦，安子姐。唔会啦。你调转去哦。哦，顺航哦。顺航哈。再见。顺航，再见。你开心的嘞。什么阿公？爸比，我等下再跟你说。哎，萱萱。阿公，我来帮你啦。你们这位要为人哦。哎，我跟我爸比来帮阿婆送草药啊。阿公，1、2、3，送。这样。啊，对了，爸比，快。爸比，这个就是我刚跟你说的，很想帮助别人，可是都是一个人住的阿公。阿爸，
这是我爸比啊，他都在台北上班，最近回来帮公司处理一些困难的工作。我想到阿爸是硬来的。爸比，你认识阿公啊？当然不是。哎，阿公，你要回去了，我帮你推车回去啦。不是啦，我这个来就好呀。我老人家真的很爱存钱，跟我阿婆一样，真伤脑筋。阿公，没关系啦，我陪你啊，顺路啊，小心哦。阿公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这位大毛，你来吃杯茶。好啊，好啊。你迄上班跟日本阿公寄了本来的，有好吃吗？好吃啊，阿公，我可以拿几个给张翰、蓝平天的他们吗？轩轩，不可以这样没礼貌。没关系啦，要好吃，从我拿去。俺们做的都是全部甜的。真的，谢谢阿公。轩轩，可是阿公说可以耶。哦，不然这样好吧，阿公，这个给你啊。你都买给呢？香肠啊。啊，对，阿公。我都等了。阿公，我帮你拿去冰箱冰哦。阿爸。我顶头讲嘛个，讲老实话，我本来真无中意你，不过我老爷来真有缘，佢一拐买定下个生意，我想唔会搞出一种生意呢，安尼你也生意也唔会坏。嘅台北嘅搭梯。爱这个靠厉害嘛。星光的雾蒙蒙似天梦水流。避难寒冬里，不应该生病。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用呀哈张装来喏。阿婆，这个是核果子啊，是要给你吃的。我用不有。妈，唔掂哦，人根本就读到，人啷讲嗰個幫先生。原來啊，就係送拜阿弟個那裝嘅送機給阿伯嘅。係哦。係。叫個乜嘅冇？冇講乜嘅，唔過事情開有進展。佢答應嘅哦。冇啦，叫講佢會考慮。好啦好啦，先吃飯啦。对啊，阿婆，我肚子好饿哦，走吧。呀，嘿，咁多水去做的嘞，哦，一邊開來，老奶洗槍，點啊？阿婆，这些你爸回来的草，为什么你会知道什么是可以吃，什么是不可以吃啊？你好厉害哦！嘛个迄草的，嘛个迄药的，我听得人讲喝酒的手晓得。头摆人哦，无按多钱看医生。草药个都好用啊，做得食，没做得过。原来有很多看起来没有用的东西，其实还是很有用。系啊，也好，睇家食吧，见来见好，爱嘛该有嘛该，动多东西都唔飘下。草药个还唔稀利用，手片都插错诶。保特瓶肥收做得做炭呢，大用东西都会整一下，做唔得大送。哦，等一下哦，我要去送药嘅，你等我卡哦。阿婆，你要去哪里送药啊？我想跟你去耶。错不了，我经过槟榔摊，头家娘讲消费抢价。堂讲家爸错伤，记得我卡天数，顺啥诶？我去看一下家爸。
我都不知道小姐姐家里发生这种事哎。阿婆，来听去啦。好啊，你去做下，做当个另个，带等去。哦。前几天下午下雷阵雨，本来要休息，可是工头说上面有压力，叫我们一定要赶。鹰架淋到雨，站上去会很滑，可是我有小心啊，还是摔下来。还好只是撞到头，手受伤，我以为没有命呢。明明就知道很危险，还要你们赶工啊！工头又不为你们着想呢。工头也被上面的老板骂啊，他也很无奈。这样错爽，保险有理赔哈。结果这次工作接得很匆忙，没有帮我们办保险。啊？要不然呢？哦，怎么会这样？阿婆，吃茶。你是谁啊？爸，喝茶。要不要错爽哦？辛苦你了。唔爱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现在比较烦恼的是，他的学校要开学了，家里少一个人手，少一份薪水，他的妈妈又生病，靠小五一个人的薪水养家，实在没有办法。爸，我还是想要继续念书啊，我会尽量半工半读，多赚一点钱。我知道，我又不是不让你去念。阿婆，我先去晒衣服。去啦，去忙了。你这样手受伤哦，会好几个月哦都不能上工。我看你还是要工头去问一下，不管有没有保险哈，公司都要负责的。我知道，我这几天哦，我还是要去问啊。一定要去问啊哈！还有小飞哈，很年轻呐，还是要读书比较好。小姐姐，李轩，你好乖哦，陪你阿婆走这么远的路来我们家这边。当然啦，她是我阿婆哎。小薇姐姐，所以你还有在念书哦？对啊，我只是趁暑假的时候去槟榔摊打工。原来如此啊！哎，你开学之后就要回台北了？嗯。那你喜欢念书吗？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呢。因为我们班有一些同学真的很讨厌。傻瓜，可以念书就很好了。像你现在啊，只需要专心念书，什么烦恼都不用想，很幸福啊。所以小姐姐，你很喜欢念书哦？嗯，我很喜欢念书啊。虽然我爸都说出去赚钱比较实在，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念书。小薇，阿婆，给我带我来去了。阿婆，安子说，我来讲啦，我又无天书嘛该。听爷爸讲，俺无头我去捡一份头路嘿啊。嗯，嘿啊。我今天晚上要去我哥朋友那边帮忙。我太勉强诶，身体爱顾哦。阿婆，唔是小啦，奶弟。老小薇姐姐，跟我再见。小薇姐姐再见。拜拜。阿婆，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来吧。小
小姐姐再见。拜拜。阿婆，天气那么热，给你带朵地啊？在，难怪哟。楼上那女的赞了呢，腿又细，对不对？哎，张董好久不见呢。懂你个头了，都已经几点了啊？还在这边鬼混啊？玩一下嘛，又没关系。嗯，你有意见哦？都不想回家，都去派出所里面给我看书。嗯，你呀、哦，真的是哦，皮呀、上次也是跟你们讲过了，这次还是一样，啊？你看现在几点了？啊？真的是哦。哎，安全帽嘞？嚯！安全帽嘞？安全帽，安全帽。嚯！你们这些人真的是这些人，哦，这些小鬼啊，讲什么都不理我就对了。哼！气得要死。阿昌哥，哎，小薇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现在晚上都在这里工作啊。你接那么多工作干嘛？你白天不是在槟榔摊打工了吗？我爸在工地受伤，所以我就想说多帮家里一点。哎呦，这里出入的人都很复杂，你可以找别的工作啊，是不是？不要来这种地方吧。这里是我哥朋友开的店啦，而且大家也都很照顾我啊，不会有事的啦。那我先进去了，阿昌哥再见。阿昌叔叔，听说你介绍巧儿姐姐去民宿那里工作，那还顺利吗？还算不错啦，我等一下要过去看一下。那我们也可以一起去吗？哎，巧儿姐姐，你在这里工作好 OK 吧？还 OK 啊。哎，不要乱碰啊，那感觉很贵。那真的很贵哦，老板娘有交代过我，不可以随便乱碰。巧儿姐姐，反正我们来没事啊，我们来帮你啦。任平，小心！任平。夜光奔无人当中，叫引奔夜风吹响，一步步离开故乡途。原來愛比注意，很勇敢哭。離開無下嘅路，兩寒冬清楚。嘅苦，祈求敢喊來記得，全部下嘅路，兩寒冬。
苦，用心过度，无梦世界墨水。